主航2025年4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较无上主的同在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雅各书第1章第10到17节。所罗门诗歌中的诗歌。来，用你的喙甲我斟，你的爱情比酒较好。你的香油实在真香，你的名亲像倒出来的香油。所以，无一个查某囡仔无爱你。请看我，咱紧来走，王啊，带我入去你的房间，咱来欢喜快乐。你的爱情比酒较好，无怪所有的查某囡仔拢爱你。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，我乌毋过生做水，亲像基达的布边，亲像所罗门的帐笠。毋通因为我皮肤乌乌直直甲我看，迄是日头晒的。我的兄弟对我受气，叫我去顾葡萄园，我煞袂当照顾家己的园。我心爱的啊，甲我讲，你伫什么所在得饲羊？中昼伫倒位互羊歇困？我才免伫你同伴的羊群中四界找你。查某囡仔中上水的啊，你若知我伫倒位，缀羊群的脚惹去，伫牧者的埔边边饲你的山羊啊。我的爱人，我看你亲像发了战车的马，你边边的砖塔，互你的面真水，你的颔管挂真自然，真好看。我要甲你做金的链仔，镶银的纽仔。王坐倒的时，我的哪达香油沁出香味。我亲爱的，你是一包木药，挂伫我的胸前。我亲爱的，你是一拍庄稼花，伫阮基地的葡萄园内得开。我的爱人，你真水，实在真水，你的目睭亲像粉鸟。我亲爱的，你真英俊，我真介意。咱用青翠的草布做床铺，用片香茶做厝的娘，片香茶做角仔。较无上主的同在。初读雅歌，检采会带互人动读感。头仔看，亲像是一本露骨描述男女情爱的册卷，其中也有甲性爱有关的象征。加上全卷册并无讲到上帝，难免互人费解，甚至怀疑为什么这卷册受列入圣经正典。不过，犹太人对雅歌的内容非常熟悉，因为伫犯过罪的时，因会用雅歌做一体朗读的文本。当犹太人用彼此应答的方式相图热情，饶富想象的雅歌文本，也有因对犯过罪的人物更较深刻甲生动。不过，当人年复一年得过犯过罪，难免出现强化现象，甲上帝拯救简化成做一成不变的礼仪，直到袂记得家己为什么爱纪念这个节日。犹太律比阿基巴捌讲，雅歌是一本譬如上帝和以色列之间听的情歌，将伊删除，无疑是否定上帝对以色列人永袂改变的听，以及以色列人对上帝竞选的听的回应。
基督教会伫传统上也延续安尼的传承，习惯将诗句的内容看作是伫谈论基督甲教会的关系。所以，伫相对严肃的节庆礼仪中，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来集的历史故事、出来集记，甲描述男女情爱的诗歌、雅歌，两种天差地远的素材做伙呈现出来，交织做崭新活泼的理解。上帝的拯救背后是强烈搁丰盛的主爱，亲像男女之间紧密的关系，是自然丰盛喷放的强烈情感。伫咧阅读雅歌的时，咱通问家己一个问题：我所拥有的基督信仰是甚么？是互人感受到自由滋味的清新空气，还是为心灵带来困迫的枷锁？上帝对咱来看，比较较像是暴君严父，还是亲像雅歌所吟唱，是关系亲密的大心爱女同行的挚友。雅歌第1章第20讲：来，用你的喙甲我斟，你的爱情比酒较好。这句话带有基础意味的呼唤，但就文字本身来看，直接了当，表达对爱情的强烈向往。若对信仰的层面来看，这个呼唤就亲像每一个信徒拢捌经历的。当咱察觉到家己内心的困乏甲空虚，或者是生命遭逢巨变的时，自然而然会对上帝的同在产生强烈的渴慕，深深感受到上帝的爱情比美酒搁较甘甜，直到发自内心向上帝呼求：主啊，求你来，我需要你。希伯的厄古斯丁伫忏悔录册中捌讲：你为你家己的缘故做阮，除非阮的心会当伫你内面找到安息，若无，阮无法度安息。雅歌这卷册的作者，也亲像是要唤醒咱内心对上帝的渴慕，意识到心灵若无上帝同在，信仰若无和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咱的生命要亲像袂芳的船只，找袂到通安息的港湾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意识到生命需要上主的同在？我是毋是意识到生命需要上主的同在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的上主，求你的灵充满我的生命，亲像君王掌权，亲像父母抱婴仔，亲像知己相知相惜，亲像同伴做伙行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